太厉害了。我很喜欢剑击的那一个，然后篮球的那一个。啊对我也很喜欢。我自己好像是第一次看文姬的表演。对，所以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很震撼。变成篮球那一刻，我是覺得哇，好厲害，就是很震撼的感覺。我覺得令我印象深刻嘅就係佢話嗰一度嗰啲字，中華體育精神，無私奉獻嗰啲，因為咁樣都代表着中國體育嗰啲無數嘅精神。我會對運動員講，雖然你哋經歷咗好多辛苦，但係呢啲辛苦係值得㗎，要繼續努力。